这时我要来强读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快来受气，无记得别人的歹。第2位的圣经是记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但是我甲恁讲，就听恁的受得，并且为着迫害恁的人来祈祷。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日咱的蔡主任牧师，伊要来分享的信息，《爱的真谛》第11讲，听是无计算人的歹。第2讲，请咱大家用恭敬的心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分享过听无计算人的歹的第1讲，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安怎实践这个教训。明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知你的话是有气力。阮也知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的话，是阮一生上界大的一个福气之一。所以主，阮要用静静的心来听候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想使阮丰盛的信心甲听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也利益伫阮本身，以及甲阮所有接触的人。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们。咱顶礼拜有讲起着，听是无计算人的歹，有3种意思。毋知影大家敢有记牢的无？无哦。咱拢常常会记牢别人的歹，啊无记牢上帝的话吼。所以牧师阁帮助咱来学习一下吼。咱顶回有讲，听是无计算人的歹，有3种意思。第一就是无专注伫别人的歹，就是讲咱毋通干那去看别人的缺点，爱常常去看。去欣赏人的优点。第二个意思就是讲，听是无计较人的歹，因为就是讲，如果若有人得罪你，咱毋通伤计较，咱毋通伤计较。第3项就是讲，听是无记牢人的歹，就是无常常将别人的歹记入去咱心中的迄个笑本，迄个笑谱。当然，不管是什么款的意思，上界主要就是讲，咱来学习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下面的功课。当然，牧师也真清楚，了解别人、下面别人的功课，不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因为咱拢是软弱的人，咱不是完全人。要开始去了解这歹款待咱的人、得罪咱的人，这不是真简单的代志。因为这是甲咱的本性、甲咱软弱的罪性在抵抗，所以咱爱明白讲，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吼。当然，若是清清楚楚的咱达到的代志，上帝嘛要要求咱去学习，因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咱爱明白一点，就是讲，靠咱家己的气力是无可能达到的。那靠咱软弱的本性要去听一个歹款待咱的人，这是真困难达到的，是无可能的。但是只有靠着耶稣基督迄款无条件的听帮助咱才有可能去了解得罪咱的人。所以牧师今日要提供几个圣经的原则来彼此激励，互咱会当一步一步来学习安怎去赦免得罪咱的人。今日牧师会甲大家分享3个原则。这3个原则咱来一步一步来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完成，咱自然而然会当完成这个功课。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请大家爱用心来领受，然后求圣神帮助咱将伊实践出来。咱顶回有提起着讲，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一本笑谱。我分享了有人到牧师
讲伊毋干那一本啦哈，伊几啊本啦，讲今仔要用拖拉机载来哈。但是毋管你有几本，咱要拄着即个孝谱，咱首先爱将咱的心中的孝谱摕出来做一个清点。啊，可能大家会有一个问题讲，啊，既然讲疗效毋是要袂记即别人的过失，为什么爱清点？为什么爱清点？其实清点有两项真重要的意义。第一项就是清点帮助咱去面对伤害的事实。有一寡人吼，认为讲疗效就是放袂记进嘛。当然，咱知影，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听是无记牢别人的歹，但是必须要经过一寡过程，毋是咱惊袂记进，而是被强迫、被要求讲袂记进。实际上，如果咱账簿顶面的代志若切无清气，咱家己掠准讲我已经处理啊，其实这个伤害一直伫咱的心肝内底咧苦毒咱。所以疗效毋是去闪避问题。有个人讲咧苦讲遐个，互别人伤害的人讲啊，咱拢莫提啦，拢莫提，都放互袂记记就好，安尼就上岸无代志。毋是安尼，因为即款的疗效无法度互受伤的人得到讨棒，得到医治，也无法度去互伤害别人的人得到改变。因为人就是因为被伤害了真深，才会怨恨嘛，才会苦痛嘛。怎会当讲一开始就要求伊完全放互袂记进？这是无可能的。所以疗效毋是一开始就要求讲啊，你爱放互袂记进。咱需要清点，清点孝谱毋是讲变故孝，互家己痛苦，是要帮助家己讲明白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决定无要互这个伤害捆绑。所以疗效是面对问题，清楚知影讲。这伤害代志，事实上已经造成，过去捌发生过。但是我拒绝互这个伤害来控制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无要因为这个伤害受伊影响，互我无法度行后一步落去。所以我选择疗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选择疗效，互我袂伫这个破徛伫这个伤害中间被魔鬼困扰。这才是疗效真正的意思。所以疗效是面对问题，知影这个代志已经伫我生命中间发生，无法度承认讲伊无发生过，是因为已经发生，但是我拒绝伊来控制我的人生，所以我选择疗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清点会当帮助咱去面对这个伤害的事实。另外，清点还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清点会当帮助咱面对家己的罪性，伊帮助咱面对咱的罪啦。有人讲啊，我去互伤害，我有啥物款的罪？被伤害人若无去赦免，就含入无疗效的罪。无疗效是一个真大的罪啦，毋简单，会互家己感觉艰苦，同时也互咱得罪上帝。咱看去这段经文，这是约翰一书第3章15节讲：既然怨恨家己的兄弟甲姊妹，就是杀人。你若知，既然杀人的，都无永远的活命。所以咱这是华语讲叫得不偿失啊！别人得罪咱，别人犯罪，啊，结果咱因为怨恨的缘故，咱煞去得罪上帝，啊，佮苦毒家己，啊，佮互咱失去永远的活命。所以咱绝对一定爱去面对问题，一定爱明白讲啊，咱是遐尼软弱，咱软弱到无法度超越过咱的软弱的本性。所以清点帮助咱讲啊，咱知影咱有罪，咱得罪上帝，互咱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咱一定爱去清点，安尼要怎清点？接着咱来去想讲。咱要清点这个孝目，咱来将咱心中的这本孝谱摕出来。咱摕出来了，咱发觉讲啊，我的内心较遐尼软弱，常常去怨恨别人，将别人的过错拢记掉的。咱来将这无疗效甲假疗效，拢一一将伊找出来。
有一寡可能记伫孝谱中间，咱真清楚啊，所以咱不时提出来复习啊。有一寡看无真清楚啊，这时阵要安怎？咱就求圣神来光照咱。所以伫咱日常生活中间咧亲近上帝的时阵，咱咧祈祷，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就求上帝讲：主啊，你用真理的光照我，互我伫暗境中间所犯的迄个无了舍的罪，会当显露出来。咱祈求上帝光照咱，有咱心中所存在无了舍，也是假了舍，拢会当出现。有咱明白咱到底伫倒位去得罪上帝。因为圣经中安尼讲，只听候主来，伊要照出暗中的温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咱的意念，上帝拢清楚。咱会当欺骗家己，会当欺骗别人，但是咱无法度欺骗上帝。咱求上帝来帮助咱，将这个拢显露出来，互咱知影咱伫倒位有欠缺，互咱真正伫真理内底，会当看出家己减已经完全了解。这是清点的方法。然后清点了，咱来做一项代志，就是爱认罪悔改。因为咱知影无了解，就是种罪嘛，伊得罪上帝嘛，所以咱需要清除阻碍咱领受恩典的罪。但是感谢上帝啦，约翰一书1章第90节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起来一切不义。所以咱知影认罪就带来上帝对咱的赦免。所以咱伫灵修亲近上帝时，咱对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因为无了解来得罪你，求你赦免我。如果你即马心中上帝已经显明，你心中有这款的怨恨的时阵，你就自己来祈祷，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因为无了解某某人来得罪你，求你赦免我。所以清点帮助咱面对这个事实，而且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清点了，不是马上去跟对方和解，因为你要要求一个受伤的人，伤痕还未完全的进前，就去面对这个伤害你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咱要有第二步，第二步就是要医治咱的空嘴，咱要求上帝伫这个艰苦、伤痕中间掌管，而且医治咱。咱也知影，一个人受伤，还未被医治进前，要去面对迄个伤害伊的人，迄对伊来讲可能第二遍伤害。所以咱要求上帝先医治咱，互咱的空喙会当复原。请咱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主耶稣基督，伊是最大的医生，伊会当医治咱的心嘛。主耶稣基督，伊了解咱的软弱，明白咱一切的艰苦，所以咱求上帝医治咱受伤的心，互咱会当开始这个了解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两个真重要的建议，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互咱来记起来。第一项就是咱来求上帝，用伊的仁爱，用伊的喜乐，用伊的平安，充满伫咱原本的被怨恨所占领的所在，这是咱的心嘛。因为咱知影听有这种医治的力量，听亲像一个光相共。咱心中本来是黑暗，被遐怨恨所掠陷，黑暗的所在，听迄个光放伫咱的心内时，就将这个怨恨完全赶开啊！咱之所以会当听遐困着咱的人、无可爱的人，是因为咱领受上帝迄个不断赦免的听。所以当你去赦免别人，去听别人进前，你会了解上帝我尔啊听你。伫咱人生的困境中间，检测咱会对人生失望，但是千万唔通对他的放弃去经验上帝的听。咱求上帝用伊的听来充满咱的心，当听充满的时阵，万分的离开咱。
第二项，咱来明白除了求上帝加持听以外，咱伫疗愈过程中间，咱也去体验上帝伫一切的事顶面有掌管。上帝有伊的计划，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一个真感动人疗愈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伫17岁的时阵，伊的兄弟怨妒伊，将伊卖去，互人做奴才，去到埃及的所在。因的兄弟原本是要来杀死，但是后来有一个兄弟建议讲，来卖掉，互人做奴才。咱来明白当时的背景啊，你卖互人做奴才，比来杀死较凄惨。因为别人做奴才，迄是生不如死。后来，咱知影约瑟的故事，因为上帝甲伊伫地，所以后来伫埃及做宰相。伊的兄弟因为饥荒的缘故，所以去到埃及要求这粮食，甲约瑟相拄。这约瑟是宰相，伊是有求于他的这个兄弟。约瑟原本都有机会起来报仇啊，但总是约瑟选择下面。为什么约瑟要选择下面？除了听伊的兄弟以外，因为约瑟伫这个过程中间去看出上帝的计划啦。伊对伊的兄弟讲：“你唔通为着这件代志来烦恼家己，责备家己。”因为兄弟要面对约瑟，知影约瑟有可能来报仇的时候，拢做烦恼的。伊讲：“你唔通为着这烦恼。”伊讲：“上帝为着保存大家的性命，亲自找我先来到这。”虽然约瑟真清楚知影，伊会来到埃及吼，这是伊的兄弟来害的，原本就是要害伊。但是伫上帝的计划中间，约瑟成做这个家族拯救的来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约瑟伫这件代志中间，虽然伊受苦，虽然伊可能会当有迄个机会，有迄个权利去怨恨伊兄弟，但总是伊看出上帝的信息、上帝的计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伫这个下面人的过程中间，咱会当拍开咱信心的眼光。互咱去体验上帝的信息甲公义。其实伫我人生的过程中间，有一寡误解我、反对我，甚至伤害我的人，常常是互我上界大的提醒的人。有时回头去看，总是会感受到这个人，检采是上帝所派来的使者，为着要互我的性命更较成熟，为着互我要磨练我，才做上帝使用的器具。这是我的体验，但是拜托大家无一定爱扮演这款的角色啦，吼。反倒人爱常常替牧师来祈祷，所以伫这个要下面人进前，来恳求上帝用伊的听来充满咱，互咱体验上帝的信息，医治好咱的伤魂。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咱开始要将这个孝谱来消费。这个时阵，咱来做一个决定，咱来明白了解是一个决定啊，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了解不是种感觉讲感觉我已经了解，不是安尼。咱来坚心决定讲，主啊，我决定要了解这个某咪人，因为伊伫某咪代志顶面冒犯我。上较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捌赦免咱，因为咱是上帝赦免的一个罪人，所以咱应该爱去赦免这些兄弟姊妹，得罪咱的兄弟姊妹。伫圣经中间，马太福音书18章，耶稣有讲一个比喻，伊讲有一个王要甲伊的奴仆算账，有一个人带一个欠这王1000万两银仔的人来。这1000万两是一个足大的数目啊！这个人都无法度还，所以主人就吩咐讲：爱将伊甲伊的某、甲伊的囝、甲一切伊的即马有的财产，拢来卖了来还。当然这嘛还袂到。
这个萝卜听到了，哇惨啊！我这些我所有的拢无去啊，变怎？伊就恳求这个主人讲：主啊，请宽容我。将来我若有机会，我将来拢要献互你，拢要献清楚，叫这个主人，因为伊安尼讲，就怜悯伊啊，圣经中讲伊动了诛心嘛，诛爱心，所以就将伊讨放，而且所有的债务拢来免了伊的债务。叫这个人真欢喜啊，已经受这主人赦免伊1000万两银的债务。叫伊一出去，拄到另外一个人欠伊10两。这个人看到这个人欠伊10两尔耶稣讲伊来抽伊的衫，然后将伊颔棍安尼钉咧，讲你将所欠的还我。这个伊的朋友欠伊钱的人，若甲伊上款讲上款的话讲请宽容我，我将来的确还清一切。但是伊唔肯，将伊掠去迄个监牢内底关。叫主人知影这件代志了真生气，就来叫来讲你这歹萝卜，你求我，我就赦免你。竟然，你无去怜悯你的同伴。当然，耶稣咧讲这个譬如，互咱知影讲，咱逐人若无对心来去了解咱的兄弟甲姊妹，咱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咱。所以，咱来明白就是讲，咱是一个罪人，咱欠上帝是亲像1000万两遐尼济。咱悔改认罪了，上帝就赦免咱。咱较会去人要求人，迄个欠咱10两的人爱赔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因为对上帝遐领受丰盛的恩典，咱所有的罪人得到洗清去，得到上帝赦免。咱无应该去要求遐得罪咱的人，也爱咱继续怨恨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注意这点，爱常常用咱决定的心来决定要赦免这得罪咱的人。有一个方法，上介好的方式，你会当开始做。你若做会到这点，我相信疗效就开始啊。就是你开始为着伊祝福祈祷。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讲，这是我甲恁讲，爱听恁的对敌，为着迄个迫害恁的祈祷。这是耶稣基督互咱的一个真重要的指示。有人会讲，哇，这太困难了。我了解伊拢足困难啦，佮叫我来祝福。但是如果你能让照拄则迄几个迄个步骤来做，你做会到头前几项，一项就袂像困难。为什么爱祝福？因为祝福是代表咱已经将这本账簿来消费，愿意用听来取代怨恨。因为你咧替伊祈祷的时阵，当然是怀着疼心嘛。你用听来款待伊，甚至你过来祝福，用祝福代替咒诅，安尼你就开始一步一步进入迄个赦免的中间。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但是是咱必要爱去学习的功课，因为咱毋通去用阮迄个怨恨伫咱心中苦毒咱本身。像兄弟姊妹，咱爱去面对，而且求上帝帮助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开起来，咱所有的点名祈祷袂翕着各位。牧师要问大家，咱领受上帝的话，咱明白咱应该爱开始去宽赦遐歹款待咱的人。如果你心中受上帝的话感动，牧师要来祝福。你通将你的手举起来，我相信上帝要透过咱的这个决志，来将恩典赏赐予咱。咱举了，咱会当放落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用你的疼来充满阮，互阮心中的怨恨离开阮。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开始为着得罪阮的人祝福祈祷，来解决阮心中无了解的问题。主，阮需要圣神充满阮，
阮求你切见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同工，互阮经历你的信息甲听，互阮充满气力来做即款下面的决定。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